會亦都準備咗另一份禮物送俾你嘅，就係呢一支特別為你訂做嘅私家麥。好嘅，我出道咁多年第一次有一支自己嘅麥，多謝你。太好，係啊，你要唔要試下麥？不過咧，點啊？有聲有聲。係我以後永遠會用呢支麥㗎啦。同埋我好中意呢個顏色，紅色幾好嘅。多謝大家，多謝大家。我會好好地即係自己都有一直去增進自己嘅好多可能關於歌唱方面嘅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以後都會繼續唱好啲歌。係我唔敢話我會試好多新嘅嘢，我覺得都係將最基礎嘅嘢做好啲俾大家睇。咁我會希望呢支咪可以陪住我唱好每一首歌。你覺得呢幾年間自己有冇咩成長可以分享一下？嚟啊！心情環節啦嘛。心情環節，我使唔使幫你拎住啲紙先？心情環節，其實我真係每次都冇乜特別去諗，因為我覺得我都係想根據我當下嘅心情，睇有啲咩想分享俾大家。咁好開心啊，係咯！我覺得出道第7、第8年都真係好時間過得好快。頭先入咗呢一行之後，見到好多唔同嘅事情，亦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嘅嘢。自己一直都學緊點樣去處理好多嘅問題啦。咁好多位，我覺得我自己都未處理得好好嘅。係，我覺得令好多在座嘅各位，可能同大家講你中意姜濤嘅時候，多少都會有啲身邊人都會話你中意姜濤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方面係好對唔住佢。我覺得自己都有相當嘅程度需要去做好啲咁係咯，我都希望大家照顧好自己身體，唔一定話每一次咩 event 咩你哋都要出現。其實我好想同你哋講嘅就係，你哋每一個人自己先係最緊要。我唔係最緊要，我好想同你哋每一個人講，真係因為我希望我哋出現係可以令到你哋自己變成更加好嘅自己，而唔係好多時候為咗我去好辛苦做好多嘢，但係忘記咗自己。所以我會知道你哋喺度就得㗎啦，所以將你哋擺喺自己第一位 ，OK？ 好啊，係咪你聽歌係用第一陣我諗咧？你又長大咗啦，同埋知道阿姜真係好留意大家，所以先會話你哋一定要以自己作為自己最重要嘅人，你哋係自己嘅 number one。當然將你顧得好好之後，你嘅愛分享俾阿姜咧，非常歡迎，但係一定要懂得去愛惜自己。咁阿姜都會愛惜自己嘅。因為佢好錫大家，所以喺知道今日要嚟見大家之前呢，佢已經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大家。我將以下時間交俾阿姜。係呢首歌係係咯，都想唱好耐。我覺得因為我都唔係話好識去講啲乜嘢，我覺得呢一首歌有好多嘅歌詞可以表達到我想講嘅嘢。咁希望大家中意。係呢首歌叫一首簡單的歌，係呢條。好，你係可以好緊張。这世界很复杂，环绕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蝶，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依然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
時刻咧，盡量可以讓你同埋所有姜糖咧影多啲相咧去留念啊！好所以邀請大會嘅攝影師。